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照伊所定着的时间，咱三甲伫伊的面前来敬拜伊。也伫咱教会、咱属灵教会，大家参与伫即个所在，的确有一百度伫头前引带咱。因为有一百度伫头前引带咱，咱伫今仔日的每一个日子，才知影讲咱所行所做的，是毋是会当甲即个度、即百度三结连起来？昨昏甲今仔日有一阵咱的主题，就是咱咧讲的9年读9年级的国中3年，即马伫咧考试。昨昏考试，今仔考试，当然毋是干那咱教会即6个主题，咱看台湾所有国中3年拢咧考试。即马听到这青年人考试的时阵，咱会听因讲啊，到底我将来要做甚物？碰到迄个15岁国中3年，毋讲啊，将来毋知要做啥？啊，即马就只好缀人读。规定人吼，安尼几落万、几十万人，大家用即个方行，你拢免叮当，你就缀人行，对无？敢若你坐捷运共款，人遐尼多，你根本就毋免钱，人安怎多一个方向钱，你敢若徛喺遐，慢慢啊，你就互杀去遐。有一个国中3年甲我讲哦，伊即摆感觉考试敢若亲像安尼，家己嘛毋知影为虾米要考试，啊，家己嘛毋知影头前迄百度伫倒位啊，就因为几落万、几十万的国中3年拢安尼嘛。少数伫咧其他的，大部分安尼，伊徛遐免叮当，就一直缀人去啊，安尼。我甲讲毋是你安尼啦。过3年后，遐18岁咧考大学安怎？是毋是安尼？是毋是真侪人安尼？我甲讲毋是18岁考大学的20外岁已经出社会啊，册读了啊进入即个社会的人佫有真侪人是安尼伊讲敢有影？即个15岁咱教会即个国中3年因为拜五暗一个传祈祷用电话伫传祈祷的时候，有一个讲，咱知影咱配文传道足关心即阵的咱的团队法尼的团队迄天接到我的电话，因才惊一个，伊甲我讲，我根本毋知我头前要做啥，嘛毋知影将来要创啥，考即个，敢若亲像安尼，底下一直互人杀，规定人几十万人咧行。我甲讲过10年了，读毕业出社会，遐大哥哥大姐姐真侪人嘛是安尼。伊讲有影吗？恁讲有影无影？所以伫咱生命中间，通过真侪的长辈，通过真侪咱四周围因的经验，帮助咱早一日看到头前迄百度，即个对咱帮助极其大。伊会互咱知影，咱即个时阵伫做的代志的意义伫倒位，我要安怎充实，要安怎装备。这毋那干那伫知识、伫专业的领域，还是讲伫你的工作的训练顶头安尼，更较要紧的是伫咱的性命。咱即个性命将来迄百度到底是甚物款？那愈清楚，咱就愈知影即马咱伫做的代志的意义。共款用咱属灵长老教会来讲。如果咱愈清楚上帝伫头前，互咱即百度，即中间有一个，就是咱每一个人的个人性命记录起诉。但是，佫有一个更较要紧，即几百度，就是即属灵长老教会上帝所托付咱，上帝所交托互咱的迄百度，若真清楚的时，咱就知影教会有遐尼侪无共的团契，事工的叮当。虽然我无一定逐项拢参与，嘛无可能逐项拢参与，但是我会愈来愈为着遮个事工祈祷。愈为因祈祷，因为因是为着咱属灵教会这大百度，上帝所予咱的异象来领受。这百度对倒位来？稳当是对圣经来，圣经互咱看到就是讲，这个教会亲像一个大家庭。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42到47节，咱一直咧讲到迄个初代教会团契生活的款式，领受使徒的教示，有团契生活，互相分享擘饼，大家三甲啉食，有诶分互无诶。然后常常祈祷，伫圣殿敬拜、欧罗吟诗，这个是咱看到迄个上帝所设立的教会。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更较主要所互咱的一个新的改变，因为这个团体必须要互人一看就认出来讲，这个基督教团体甲别人无共款。所以主要所甲咱讲，我互恁一条新的改变，就是恁着爱互相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互相相听。恁若互相相听，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新的改变主要所讲，我互恁新的改变，
就是恁着爱互相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有相听，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咱转去我甲背起来，因为这是咱做基督徒，咱军队耶稣基督唯一的一条命令啦。耶稣无讲叫咱讲，你着爱逐工起来慢跑健身，甲身体顾好。你着爱好好甲你的零用钱分配好。你着爱甲你迄个工作的事业时间安怎迄落。耶稣无咧甲咱命令这项代志，伊虽然家己做模范互咱看，但是甲咱讲的新的改变就是这条。新的改变，咱就要放伫咱的生命中间100度，就是700度。所以，咱有咧分享过讲，咱树林教会过去这几个月，我讲若圣经规个基督教信仰，甲缩做一字是啥物字？缩做一字是啥物字？好，这个爱甲放伫你的 DNA 内面哦。咱树林教会，你爱放伫你的 DNA 内面哦，甲把它植入，甲放入去。啊，那能力咧？能力就是关系，把它甲放入去你的脑海，放在你生命中间。啊，就是因为这能力就是咧回应耶稣伫咧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迄金句啊。对细汉咱开始就咧背新的改变，会记得无？新的改变，我互恁新的改变，来，我互恁一个新的改变，就是恁着爱互相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和合本的，但是咱若背台语，咱用台语甲背。啊，你若背中文的和合本，你就背和合本。因为这个会一直伫你的生命中间更头前，原来听伫关系中间显明出来。若无伫关系中间来显明，迄个听变做是一个孤僻家己内面，迄无叫做听。听稳当是伫关系中间，包括听家己、听厝边亲像家己，对无？我互恁一个新的改变，就是恁着爱互相相听，这就是咱咧讲的这款的相听的一个关系。今仔日为着700度，所以咱有几落礼拜，咱咧讲着这个相听具体的落实。这款相听具体的落实，今仔日的圣经加略派人书第6章第2节甲第5节，特别是这2节，咧甲咱讲到这款的一个功课。踮伫咧关系中间踮伫咧关系中间，同要紧的，就是咱咧讲互相，是毋是？还是咧讲彼此，是毋是？彼此互相，这是关系真要紧。所以伫圣经内面，咱看到足多，特别是伫新约，咱处中间的一点咱处中间的一点咱看正平这对确定的台北来，恁内面应该着有盐，也大家着相和好。和合本最近读7摆来，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伫咱的周报内面我有甲这几段，当然比这个更较多我有甲这咱转去你用台语的圣经对照周报，你搞找你的台语的圣经出来一句一句你甲读看卖敢若亲像这个，咱来读看卖来，恁也着三工洗骹，恁也着爱互相洗骹。耶稣讲：我替恁洗，我做先生，我捧水甲恁洗骹，恁互相嘛着洗骹。莫讲母亲节到老师教囡仔转去厝诶捧一个面汤水，讲要甲妈妈洗骹。其实普通时咱着爱互相洗骹，安怎互相服侍啊？这些拢伫咧彼此，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彼此的部分，我们今天会看到。伫周报中看你有写了，像这个咱最近来读来，常常专务使徒的教示，三甲交陪八饼祈祷，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彼此交接，不是讲我今天要下班站岗要下班了，我把东西交接给下一个，不是，伊是咧讲生命的交陪。互相的分享，有打电话，互相的提醒关心。即马这2礼拜无看到伊特别去甲伊请安一下，亲像这款的，是咧讲到初代教会迄款三甲交陪。伫关系中间有足多这款，咱讲彼此，包括信心嘛是共款，就爱
互相有一款的建立来，预备来，恁对我的信，我对恁的信，大家得到安慰。这是保罗写批互罗马教会，我对恁的信，恁对我的信，这款互相的信，互相有信心，咱同齐得到安慰。过来，恁就用圣的三针，大家三清安。你讲到彼此务要圣洁，咱兄弟姊妹中间互相的关系爱圣洁，爱互相圣洁。这款用圣的三针圣洁，咱三道殿迄款的三针，敢若像咱即马黑个，还是讲喙配相拄无共款的文化呢？咧表明人甲人，特别是兄弟姊妹，当咱三甲斗阵的时阵，迄个亲密的关系哦。同样，咱来看这个吼，咱来看到一寡伊中间的提醒的，咱来看恁预备来。恁中间无得分党，就是着一心一意，大家三契合，团契三契合，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和彼此造出来，拢是咧甲咱讲，唔通有负面呢，都要有正面这款的一个关系吼。啊，这个部分咱若一直看落去吼，有不止啊多，但是我伫这个所在啊，特别咱来看。伊冇提醒吼，咱来看这段圣经咧，甲咱讲，咱做点台北来，恁中间有人甲人冤家，但恁有相顾的事。原来彼此不是只有好的事情，彼此中间竟然也有这种事情。这是哥林多教会互相相顾，吼，中间兄弟姊妹唔那敢若相顾，佮顾甲外邦人的面前去吼，毋是踮咧教会内面互相相顾那尔。伊咧提醒讲，检通安尼啊。咱过来看这个来，设使恁三吞家，行了会三灭无。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吼，这嘛是咧甲咱讲咯，一寡不应该有的、唔通有的彼此之间不要有的事情。来，无得三诽谤。无得三万道，来，咱看到这么多吼，咧甲咱提醒，有正面积极的彼此互相的关系，迄个会当伫关系中间看到疼会显明。但是相对的，伫咱互相的中间，嘛真侪功课爱提醒，唔通有，先唔通有，因为一旦发生的时阵，产生真大的伤害。啊，这是咱咧讲的彼此啦。啊，所以台语讲互相啦，互相啦。这个互相就真有意思啊！表示讲，咱唔那干那负面的部分，互相都爱小扭一下；伫正面积极的部分，互相都爱更较会当同心一意，有一个同款的目标，做阵来拍拼。那安尼，咱做阵第二项要来学习这中间，那遐尼侪彼此圣经中间的讲遐尼侪彼此 one another， 一个含另外一个，吼，圣经中间的讲遐尼侪彼此。咱是毋是会当小可甲归纳，看到中间咧讲的几项？人甲人三角斗阵，互相中间第一个，咱应当会学习到迄款的接纳，还是包容？哈，学习到这款的接纳啊包容，这款接纳包容，伊有无共款的所在？互相有无共，但是若无冲突着，袂去侵犯着对方吼。这咱就会接纳嘛，对无？互相的尊重就会接纳。昨我去参加一个教派的60周年感恩礼拜，台湾贵结会、台湾贵格会哈。啊，这个贵结会较趣味，因为吼贵格会其实就燕麦贵格会亏克，吼200年前因是足属灵、足灵恩的，因逐摆唱歌拢会摇，亏克就是叮当嘛，吼。因吼吟诗的时阵，吼读个拢摇甲足厉害吼。这个教派拄开始的时阵，在美国吼是真属灵，就毋是讲属灵，就是真咱看迄款的形态安尼。啊，毋过当然渐渐，咱知历史一代一代了。你看咱台湾的贵结会，你对贵结会有印象？景美遐有一个合一堂贵结会，大坪林吼，大坪林伫咧新店遐大坪林贵格会吼，有几间这贵格会啊，因是伫咧1954年，就是美东有一寡贵格会因叫弟兄会吼，在贵格会内面弟兄会、姐妹会、弟兄会因。
差派宣教师来到台湾开始设立教会，这是台湾贵结会的成立。不过因台湾无叫Quaker，因叫做 Friends Church 朋友的教会安尼台湾 Friends Church 60周年。昨因为我代表圣经公会去遐参加，伫中原大学中正堂2700个台湾真侪，因总共超50几间教会，真侪拢是伫公务，所以间有诶较大，像合一堂就比较大几间较大间诶。嘛有真侪宣教师对美国来，因为这是对美国来。咱过去甲因较无啥物款迄落直接大家互相知，拢是伫基督教中间真侪无共的教派，所以这互相接纳。虽然讲对因无一定真明白，但是你看因的吟诗，因的圣经完全共款，因的足侪诗歌拢甲咱共款，祈祷啥等等拢真共，是敢若无共教派，敢若像一样米饲百样人共款。这个功课叫做接纳，这就是兄弟姊妹中间的接纳。伫咱教会内面嘛共款，你会看到有无共的，但是基本上互相袂有碍着啦。咱来学习互相接纳，因为同一个属灵教会嘛，有足侪无共款。毋过伫咱教会中间无共款，会去搭着迄条线袂？会袂？会有一寡代志会搭着。若搭着的时阵，包容的功课就走出来。这少年的有影咧，少年的做代志，敢若咱兜的少年的共款，咱食过饭了啥物嘛不爱收佫无一定是安尼这要安怎来三甲来学习？哟，看到中辈动作那遐慢，踮咧厝咱若讲嘛动作嘛是遮慢的。这个讲到教会兄弟姊妹，当若迄条线搭着互相有一寡误会，也是无方便，甚至妨碍着对方的时，包容的功课就出来。踮咧厝内检是安尼，常常就要有接纳，要有包容嘛。我拄有讲过这实在是从来都无去想到的啦咱台湾有一个圣经公会，台湾圣经公会，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伊专门就是咧印圣经咱的圣经啦，印圣经推广圣经。这个圣经公会成立是200年前，伫英国有一个查某囡仔欠足久的钱，行足远的路，要去买一本圣经，结果我买无着。所以这项代志才促成迄阵兄弟姊妹关心讲，应该互圣经印会出来足多，佫足大家买一起的，互人买。这是200年前的故事。所以伫这200年来，真侪国家、真侪所在就有成立圣经公会。咱台湾圣经公会嘛是安尼来成立的伫过去有2任的董事长，一任是叫做周连华牧师，毋是第一任牧师叫做陈奎准牧师第二任董事长叫做洪秀强牧师毋知是安怎，到即马佫无啥了解。第3个雄雄改选，讲叫我做董事长啦。我讲这实在是，这顺续报告互咱大家知。不过重点是安尼。伫圣经公会成立，台湾圣经公会成立的时阵，除了长老教会，有天主教，有信义会，有卫理公会，有甲迄个遮几个教派，然后嘛有天主教，天主教有一个房志荣神父伫内面。毋过有一寡教派因无爱做，像讲主会所有家己印圣经，还是讲真耶稣教会，因感觉有一段时间，因感觉阮才是真的，对无？真耶稣教会哪叫真耶稣？因为恁认拜的耶稣怪怪，所以这就是啥意真耶稣教的啥？所以一寡即款合作的事工，较恶滴甲遮的沟通，甚至有当时互相的侵犯着，感觉讲恁侵犯着我。但是感谢上帝，即马真耶稣教会嘛是台湾圣经公会中间的一个董事，因嘛派一个代表，伫台湾圣经公会11个董事中间。有6个长老教会，5个就拄我讲的这5个教派中间有一个就是真耶稣教。伫过去的一段历史中间，互相有误会，甚至有攻击。但是这是上帝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呢，是大家做阵领受耶稣迄条新的诫命的呢。恁着爱相听。但是过去的历史顶头捌攻击的，捌互相误会。真耶稣教会讲恁遮的教会行偏差，阮才是教会所以真耶稣教会才错。但是嘛，因知影大家互相应该包容，应该包容到底。所以接纳甲包容的功课，安尼，互咱会当知伫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最近来学习。第二个，伫彼此的中间会走出来一个宽免甲扶持。宽免甲扶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
第14、节咧讲到宽面夫妻，安慰睿智的人，夫妻遐软弱的，台语的圣经是安尼讲，安慰就是勉励、宽勉哈。这有什么差别呢？咱来注意看，睿智的人甲需要夫妻软弱有什么无同？什么叫睿智的人？灰心的人是安怎？软弱的人是安怎？这两个有什么差别？睿智的人就失志了，其实伊有能力，但是碰到一项代志也无爱做啦。做甲老官烂，做甲老官，互恁嫌甲老烂，无爱做。其实伊有能力，是干那伫咱社会中间三不五时会碰到人，甲你安尼泼冷水啦，递到咱失志、睿智、灰心。即款的人你袂用去代替伊做，应该是要安怎来勉励伊、安慰伊、鼓励伊，让伊个会当活灵一条，哇，走较真厉害安尼，做较真好的服侍。这是咱咧讲睿智的人。但是软弱呢？软弱就是因为伊无够严嘛，有欠客嘛。即款的咱就爱甲扶一下，咱定定咧看要过车路，讲阿嬷较紧的啦，较紧的啦，你会用去行啦。哎哟，我碰到一个牧师，伊真坦白甲阮讲，这叫瓜中心牧师，伊今年嘛已经70几岁啊。伊讲我减无爱较紧的吗？但是实在是行袂紧呐，你也体会袂着。有影呢，就是软弱，所谓的软弱，就是伫即个领域，伫即个所在，伫即款的情形，我能力无够，我气力无够，即款的咱爱甲扶掉，对吧？爱甲扶掉，安尼这就是软弱的人，咱扶持睿智、灰心的人，咱甲鼓励，这是咱咧看到遐尼侪彼此中间的一个。第三个咧，互相关系中间有一个，就是咱爱互相亲近，这个亲近有当时得是着，煞变做互相都爱认罪。咱踮咧罗马书12章第10节咧讲的，罗马书12章第10节讲，疼兄弟爱三亲爱，彼此亲热讲爱三亲爱，就是安怎培养感情、建立关系啊。三亲爱就是互咱培养感情、建立关系，这是三亲近的。若误会冲突造成伤害的时阵，咱都会记得雅歌甲咱讲的。伊讲着爱三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治，对吧？互相认罪，互相祈祷，安尼互咱通会当得到医治。所以这是在讲着互相彼此遐尼侪内容的第三个，已经开始毋那敢若好势，开始有冲突产生啊！有冲突产生，毋通就甲囥喺遐。这拢咧讲着教会兄弟姊妹亲像厝内人共款互相爱认罪，互相失礼，这安尼我做安尼毋对用尽方法，互知影对方知影，我要恢复迄个关系，要恢复迄个关系。同样一项彼此的中间，咱拄看，足侪中间有一个甲咱讲绝对毋通有的若万不得已有，哇，就爱佫倒转去雅各书第5章的认罪就是安怎论断甲吞食，毋通互相论断毋通互相理断。一论断落去，伫个伦理的顶头，伫关系顶头。都更较艰苦，尤其是厝内人，有当时咱若是一旦论断产生的时候，那个是伤，变做重伤就足无彩变重伤。保罗甚至讲到一款血数若三吞家，惊了会三灭无，会同归于尽。一家人若到安尼，哇，迄个。足无彩足无彩。所以今仔日咱咧看到讲分担重担，咧讲到遮个互相的关系有遮尔多的时阵，咱就决定来看讲加入台灵书第6章第2节甲第50节，一个所在甲咱讲，逐人的重担就爱三共担，彼此要分担重担。第50节讲，逐人就爱担家己的担，一个讲就爱互相分担，一个讲就爱家己担，这个所在甲咱小可简单讲，大家是甚物款？爱互相分担的，迄是有一个外在的因素，有的是内在的因素，有的是外在因素，因为经济风暴，因为头家公司出问题倒去，阮煞去用 fire 经济无好势，还是无别人开车
无注意去弄着我，车祸我跌到我受伤，还是讲甚至有诶是内在，因为破病，因为精神无好势，因为等等造成一寡困难条件，甚至失迷，毋知影要安怎行。这叫做 burden， 这叫做重担，这是咱来互相带导、互相分担的。会当的，你就甲教训、甲担一下。安怎分担？咱常常拢会发现，当人伫重担中间的时阵，伊若无孤单，伊的快乐就会增加出来。所以要安怎互伊无孤单？你就来陪伴伊，迄个陪伴变最要紧。你无一定讲会当甲伊担什么，但是因为你陪伫伊的边啊。互伊得到快乐，所以这款的重担是保罗所咧讲，伫这个所在讲，都爱三工担啦。有可能是伫咧团体、伫团契、伫教会内面有真侪这款做阵来的重担，互相三担。但是呢，迄个家己都爱排迄个单子是啥物？迄就是你应该落，应该你也去背。保罗写这里是用阿兵哥排的迄个背包。军人一出去，迄个背包有当咱家己赶，对吧？武器会当轮流，迫击炮小组的武器，佫会当拆开，伫人担无共的。但是每一个人家己迄个背包，稳当是你家己爱排，内面是你同私人的物件，哪会当互别人排？伊咧讲即个路途，逐人家己爱排是迄个，因为迄个甲你的性命成长有关系，哈。新兵菜鸟啊，可能内面藏的是一款物件。踮咧军中做一年啊，要去行军的时候，你歹的物件佫无共款，较有经验啊，伊知影爱藏什么物件。做将军的时候，你家己嘛有伊家己的需要去摕，虽然讲边啊传令兵家己咯歹，但是实际上有伊家己爱去备办，伊家己爱去承担的。这就是伊咧讲，逐个人爱担，即性命中间嘛是有即款。所以当咧讲到分担重担的时阵。咱看到这个所在，罗马书12章15节咧，甲咱讲，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啼哭的人安怎？三甲啼哭，哈，这就是一款分担重担。拄仔咱咧讲陪伴，过来，基督教信仰真要紧伫分担重担的时阵吼，毋是你家陪伫遐，啊听伊讲就做到尾吼，伊艰苦，你更较艰苦，吼，毋是。爱将这个艰苦带来到上帝面前，诗篇伫这个所在，甲咱讲着，爱将你的重担交托给耶和华，伊要养饲你，要互义人永远无忧愁。基督徒甲领导主义者无共伫遮，领导主义者想尽办法，甲你做阵三角担，甲你斗阵，也毋过到尾啊，就担甲咱会当担迄个程度就煞，就无法度啊嘛，对无？想办法来抗争安怎？基督徒无共，咱当咱三角担的时阵，咱知影咱有一个天父上帝，咱会当摕来上帝头前，互迄个担重担的人，哇，规个拢得到自由，得到开阔，这是上要紧的所在。分担重担，毋通想咱家一分担落去，伊的重担则比咱的咱更较艰苦。这毋是保罗是咁讲，这就是来，那安尼家己应该担咧，咱来读来，也毋捌。白白食人，反倒是着我艰苦，勉力做工。家己爱担第一项，要食饭，要迄落有工日常生活同基本的需要，总是家己爱做工。无用个讲，人饭拢捧到你面前来啊，你个替我食好无？吼，迄若真正爱用比喻惯咯，咱拢无人要爱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人性命同基本的。伊用这个做譬如，伊讲连传教者嘛是共款，即款的阮当家己同生活同基本需要，毋通变做别人的重担。这是家己颠倒就爱去着磨，勉力就爱做工。保罗伫这个所在所甲咱讲的。第二项，家己应该爱去担爱成长的，敢若像迄落咱讲个 backpack 吼，就背包共款咯，像背包共款，家己爱担，就是除了啉食这项以外，过来。你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常常爱做选择，无用逐摆拢要叫爸爸做选择，无用逐摆拢交互老师，无用逐摆代志发生就讲，当初你就叫我安怎？无，生命成长中间有一寡，我预备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咱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当时啊，敢若亲像囡仔共款，对无吼？毋过，袂用一直拢亲像囡仔，
咱常常嘛听人咧讲，吼，这个囡仔足古锥的，即摆有咱的边仔遮吼，亲子室内面遮的囡仔偌古锥的，爸爸妈妈甲因斗阵欢喜甲。但是若过10年、过20年，佫讲你足古锥的吼，哇，就烦恼啊吼。爱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囡仔的时阵会过去。来，预备来，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生命你这个背包爱歹，你爱歹到这个程度，有的物件爱摕去啊，有的物件爱加入来，甚至有取舍之间，有选择之间。这对生命的成长，家己爱担，无用讲叫人替你担，无用讲哎，我今仔日吼这么不成熟，今仔日吼会安尼，拢是你啦。生命中间遮侪代志是咱家己爱去承担，爱来去担。保罗甲咱提醒，已经成人大汉啦，爱废无囡仔的代志。好，来，最近来，咱也着为家己经迄个合意的，也着三甲知什么是好，甚至伫选择的中间知影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啊？选择何为是，何为善啊？这就是囡仔的物件入去啊，渐渐大汉。好，知影什么是好，什么是毋好，这是家己爱负责任，家己爱去担。第三项同要紧哦，咱感谢主，互咱会晓选择这条永远活的道路。选择这条永远活的道路，因为伊甲咱头前迄北道是夹斗阵的。迄远远迄北南道，无论是咱树林长老教会迄北道，还是你我咱某米人苦行道，将来迄北道，咱是夹斗阵的。因为咱已经选择这条甲耶稣基督相同行，这是一条活命的担，爱家己担。别人无法度来甲你分担，别人嘛袂当来甲你代替，别人嘛袂用来甲你代替。但是咱拢会足惊呢，惊讲我选择这条了，我一行落去哦，遐尼重，行敢会落去，行敢会落去。来，感谢主，预备来，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当咱陪咱的担来跟着耶稣基督来对伊学的时阵，伊要甲咱讲，咱会轻松，咱会得到真正的安静，得到真正的休困，得到真正的快乐，得到真正的力量。伊要互咱行这条活命的道路。所以，当咱咧讲到分担重担，咱今仔主题咧讲分担重担时，除了讲到咱兄弟姊妹互相的分担，除了讲到咱家己爱担以外，同样紧会记得，其实连咱家己爱担的主耶稣基督，拢为着咱来担这个担，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成长。那安尼，我有当时会想讲，我按今年1月开始。周报中间，甲即个讲道篇甲写起来，讲道篇差不多是7000字啦。但是想办法甲伊缩做2000字，安尼周报才囥会落。过来，大家才有想要读，那7000字无人想要读吼。即摆是想讲，这转去了后，毋哪有人继续读无？我顶礼拜咧准备这时，本来想无爱写啦，都毋知影到底有人咧看无吼。我拄咧讲无爱写，是讲我毋哪有人咧看无，我就甲迄7000字准备好就好。有一个。姊妹吼，有一个咱的青年，就讲，牧师，我逐工转去拢有看了，我阁爱真正按伊骹板摕周报出来互我看，你看，我有做笔记嘛。所以我想，安尼我都爱阁继续写。写即个重要就是落去，当咱领受即项，当咱是毋是会当踮咧厝，踮咧你的小组，踮咧你的公司内面想看觅。伫我生命中间同重要的担是甚物？我敢担会起？伫我生命中间。上重要的担，耶稣基督所互我永远活的应允，我已经行入这个所在啊！我要往这个方向来走的时阵，安尼今仔日，我即马生命中间上重要的担，到底是倒一项？我担会起无？囡仔佫细汉的时阵，我个人感觉迄是真要紧的一段时间。拄出世到读小学，甚至国中，非常要紧。父母的角色非常要紧，无用甲囡仔，无用讲我负责生囡仔，负责互学校负责教，然后伫社会负责，就害啊，安就袂负啊。好，咱伫迄段时间，迄可能是咱最甜蜜的一个重担，咱爱
爱家己来担，别人无用替咱搞，这不是分担重担，这是自己担的担子。哦，亲像囡仔可能有一段时间，咱想看卖，伫即摆我的生命中间，多一段是我应该爱担，我担会起袂？要安怎摕来耶稣基督面前？吼，敢若有诶，甲我共款，亲像我的爸爸是大正11年出世，大正11年，咱遮在座有人算大正的无？1922啦，1922，哈，这对阮来讲是阮家己爱担的担，对无？爸爸都爱床的，敢若用坐轮椅，兄弟姊妹大家都爱做阵来互相做阵来相敬，这是阮的担。人讲叫做甜蜜的负担，真的是负担，但是是我们的担子。你有无？你即摆生命中讲，还是你的工作，还是某一款的关系，一直修理袂好势哈，修复不好，一直修理袂好势，这是咱家己别人无法度代替咱这个部分。安尼放去耶稣基督面前。第二，我常常为着别人分担什么款的重担，分担了，我有感觉有喜乐有快乐无？还有分担了有做阵甲即个重担摕来上帝面前无？恳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伫分担重担即个功课顶头，亲像耶稣讲的，来对我学，因为我担是轻，我的担是快，轻是轻啊，会晓担的时是轻是快是喜乐的，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会听极其奥妙，踮咧阮的中间，互阮真水的一个模范。特别是主耶稣，你用你家己的一生，互阮看到什么叫做互相相疼。你也用新的诫命交代阮，讲恁着互相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阮真意爱四周的人看到阮，就讲你这是基督徒，阮就意爱安尼。但是阮需要圣神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分担重担，会晓得互相相疼。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